选召。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所着经的路，伊的心神着安息，伊的血会要新接土地。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做伙来学了咱的上帝。咱要邀请你伫座位顶起立，行出你的座位，甲你边的人讲，真欢喜，甲你来学了咱的上帝。真欢喜，甲你来咱的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让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门。阿门。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阿门。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我要专心来爱他，将我的心献给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赞美神，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大声赞美神。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
不赞美。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门。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阿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是配得我们跳舞、唱歌来赞美你的神。主啊，你坐在你的施恩宝座上面，主啊，你享受我们的赞美，享受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立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立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
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是的，主，一切的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宝座上的神。主，我们要称谢进入你的门，我们要赞美进入你的院。主，我们要感谢你，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怜悯我们的神。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诸位，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诸位，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诸位，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诸位，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
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所创造的。天父，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愿你得着一切的赞美。是的，你坐在你的施恩宝座上面，主，你看我们如何来敬拜你，主，你看我们如何用诗歌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单单能够遇见你。主，今天早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将一切的赞美归于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如此的祷告，感谢赞美，乃是归给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姐妹请坐。这是咱搁要用信息来学乐上帝。信息67首，我心学乐上帝，我心学乐上帝。主人永我的爸，天地万物三应声学乐伊大尊名。树木苍远水泉，江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阳光仁爱公义照正。请咱起立吟全首。
主你的自由，你的高位下最一个永高贵的上帝。阿门。这是咱献开信心头前面，咱要做伙来宣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个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镜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你用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约翰徛咧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用宝血洗清阮的罪，替消阮所犯的过失。用你无比的听来听阮，互阮受拣选，会当来成做你的囝儿。亲爱阿爸天父，阮知影阮看到地面上有其他的国家有战争，阮所徛起的台湾嘛受到压迫。求主你怜悯的手看顾阮，互战争会当结束，互遐个子民会当恢复平静的生活。阮知伫阮的生活当中，有时会拄着顺境、逆境，阮的失志、伤心，嘛会来埋怨上帝。毋过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专心来交托伫主，因为你是我的快乐的源头。你的稳定甲阻碍，你要的确对阮到一世人。求主你也带领领团队来到阮的当中，分享主你的信息，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的旨意，互阮会当行伫主你所为阮美办的道路当中。我嘛所敬听的水牧长老已经转去到主你的厝内底，求主你嘛赐去伊亲人的目屎，加添因的快乐，互因会当跑走头前的路，因为未来阮知，阮有一天拢会当伫天堂走伙相见。所以，愿无睿智，求主你互阮的灵魂会当真勇，互阮会当伫你来亲近你，读主你的话，谨慎家己的言行举止，互阮会当诚做传福音的使者，互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阮知，阮所有的拢无够遐，阮知，阮需要你。就是阮有够遐的快乐来跑走主的天路，阮相信阮的一生拢伫主你的手中。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宣读启应文，记载伫信息后壁面。启应文11篇，是伫诗篇42篇。显着我来客，请恁来应。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为你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我对两者的事，我的心嘛，你啥事不准？你着毋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前，伊命允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不准。你的瀑布出声，就亲恩甲亲恩相叫应。总是耶和华你是要释出伊的慈爱，来救收拾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我？我会对着击笑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
我的心嘛，你写书有准。你着毋忘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阳光。即时咱要来读一位的圣经，是记载伫加拉太人书3章，咱要对23节看到29节。加拉太人书3章，咱要对23节看到29节。现着我来读。总是即个信袂到大声，咱受过伫律法下为伫内听后要显明的信。安尼律法是做管顾囡仔的，带咱到基督，互咱对信来做义。若是信已经到，就无搁项互伫管教囡仔的。26节，因为你对信靠基督耶稣拢做上帝的囝。因为恁囝仔受洗礼来入伫基督的，是捌称基督，无有犹太人，也是希利尼、罗卜，也是自由的，查甫人、妇人人的分别。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29节，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应允来做后嗣。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嗣，应允来做后嗣。即是咱要请林依理传道来分享信息，伊的题目是：你是啥物人？各位咱中文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头一摆甲大家做伙来礼拜，咱做伙来学习上帝的话。毋知大家敢有固定灵修读经的进度？敢有？突然发现我现在要扮演这个唠叨的角色因为这是我的职责。那有真好若讲即马嘛无要紧。其实我过去嘛，感觉讲规定一个进度实在有够烦的。尤其伫新学院的时阵，学校写报告就爱读足侪圣经准备讲道片，搁爱读圣经。为虾米就无代无志，搁爱交阮来规定讲，搁爱有一个灵修的进度？新学生爱有灵修的进度，讲我家己照我的心情读，我照我的兴趣来读，还是讲我着照我家己的需要来读，安尼敢袂用的？我开始学习了后，我才豆豆来发现，这差别是伫倒位的？毋是讲读济还是读少的问题，嘛毋是讲一定爱真认真，逐工安尼照起工读才会用的。就算讲你照这个进度，你读了真慢，可能有一工无一工，还是讲读得跳嘞人嘞。但是安尼，你至少嘛有伫你的生活内底，伫你的时间内底，你分别一个特别的空间出来。这个特别伫倒位咧？毋是你家己来决定讲你要读圣经的倒一个所在。因为尤其咱伫教会大汉的，还是讲你信主已经足久啊。遮个时阵，就算讲这个经文你无读过，其实咱拢加减拢有印象啊。有印象真好，是一个好的代志。但是有当时咱着因为我感觉讲我已经有印象啊，着伫这个第一印象的内底咱着有当时着，若是讲要继续进步，着拄着一寡困难。例如
咱就感觉讲啊，家己已经知影。亲像可能咱一般咱就特别惯势讲啊，可能当我拄着困难的时，我就会想起他约伯记。但是讲咱顺序的时，咱就袂当认真来研究约伯记吗？啊，就无怪咱平常时啊，咱去关心遐个受苦的人。伫你平常你家己真顺时的时，你去甲受苦的人来关心你，定定就直接讲出来，就是遐会甲约伯的朋友共款的话。见讲的拢是啊，你着爱有信心啊，爱认真祈祷，伊爱赶紧认罪啊，较袂拖了遮久。啊，顶礼拜来看你安尼啊。即礼拜来看你，还阁是安尼，拢无啥物进步。啊，是安尼，咱就真正食力。伫咱读经的过程中间，若是咱保持一个空间，互经文、互信心来引带咱，其实是一个机会，训练咱调整家己的自我中心。今咱读加拉太第3章的后壁，保罗真用心咧处理咱基督教信仰内底即个律法到底是算啥物？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大题目真有通好研究。毋过，即个律法的问题其实嘛，确实是咱逐人人生拢会拄着的一个坎站，特别当咱继续来思考，咱嘛会发现讲，即律法的问题其实有偌重要，伊会影响着咱对家己的人脉，嘛会影响着咱对别人的人脉，并且嘛会影响着咱到底是怎样要来为福音来做见证。因为咱知影讲，新约的福音就是要来超越即个律法，但是你若是对律法的理解的偏去，安尼当然咱就真恶地来理解到底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咱的价值、对咱的救恩到底是啥物？保罗是怎样来看待即个因犹太人的律法呢？但是咱需要先来知影保罗遮讲的律法。虽然讲伊是直接要来讨论讲即个就是咱讲的旧约，犹太人伊对上帝遐所领受的律法，以及伊因尾还佫有足侪宗教的规条。但是保罗伊遮所讲的律法，其实包含的范围佫较大，包含外邦其他无共种文化、无共民族，所有因的法律、因的文化、伊的风俗，拢算伫在内。因为你讨论这律法甲福音的事毋若是犹太人因伫因的律法的内底。伫主耶稣来进前是所有的民族、所有人，拢伫即个律法的下骹，受到即个律法来控制。律法有真侪功效，真有利益。若是无律法，咱的人类的社会是无法度来运作的。咱至少也知影，咱上基本律法就是会互咱知影伫咱即个社会到底啥物是对的，啥物是毋对的，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毋好的。但是当保罗伊领受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伊即马毋是要来继续来讨论讲律法有啥物好处，有啥物利益。伊即摆要来
大家来强调讲，律法有啥物无完全的所在，律法有啥物缺点，有啥物欠缺。保罗讲，律法是啥物？咱读别克的经文写讲律法是即个管顾囡仔的、管教囡仔的。你若是读学校本是甲翻做即个训蒙的师傅，还是讲即个启蒙教师？若是搁较新的现代的译本，会甲翻做即个监护人监护人。到底即个管教囡仔的是啥物角色？伫初代教会罗马的即个时代，即个角色其实讲坦白，即毋是讲要教囡仔来教啥物学问，毋是咧来教啥物学问啊。不是要教你什么知识，不是要教你什么学问，不是要教你会什么东西。伫过去迄个罗马时代，是有钱人会请一个奴隶来做即个管教囡仔，是要教囡仔安怎讲？教示啊，就是逐工爱请即个奴隶，就是安怎呢？囡仔去学校读册，莫互伊安怎？讲起要去读册，走去外口魔鬼佚佗。可能过去就是走去弄球筋走去网咖，即马可能就走去咖啡厅伊所用。即个管教囡仔的角色，就是甲囡仔送到学校，过来就是换真正白的老师来去教迄个囡仔一种的学问。所以其实讲起来，即个管教囡仔，伊毋是啥物正式的老师，伊只是一个奴隶负责来教即个囡仔的品行囡仔基本的规矩上基本的你有去学校上课也无？若照咱的经验，啥物人咧做即款的代志？我来想，可能比较较像是学校的即个训导处，无就是教官会来做遮个代志，就逐项拢会甲学生来管。你最好若是无钱落，你可能教官就你们两个过来。所以保罗要讲即个管教囡仔的即个角色，伊到耶稣基督救恩来时即个律法即部分的功能就算做完成啊。就算讲，就敢若即个管教即个奴隶甲囡仔送去学校了后，就正式就交互即个老师来教即个囡仔，毋是你的奴隶咧教囡仔来管。但是当然，律法无搁再有过去的即个管教的功能以后。毋是讲着甲即个律法来废掉，甲去杀掉，无律法有完规章好好。我找一个一般咱较会拄着的例，然后我尽量来小可来甲对照。大家敢知影？若是照咱台湾即马的规矩，你若弄红灯会安怎？大家敢知影？闯红灯，我们现在会怎么样？罚钱，偌济敢会敢知？毋知可能大家拢真乖，无去互罚过。是伊互罚钱你后届佫继续弄红灯，你又继续闯红灯，再闯，每天都闯，会安怎？照咱的规矩，就是过来就是记点，记点就是你驾照的你会过来就互吊扣吊销。过来你着毕业毕业是安怎？就是你着袂当开车。即个规矩看起来有袂少机会
毋过咱有诶所在安怎呢？咱即马足侪科技执法诶，也是讲你大迄附近着较侪人咧检举。所以过去你尤其台湾人诚侪台湾人咧赛车，因着是怎样诶？拢无要悔改，就是一直拢红灯。安尼呢，连面着毕业，连面着你着驾照着吊销，着袂当赛车。当然咱一般人可能会受到诚大影响，就是袂当赛车，你可能着骑奥多摆，着骑脚踏车。但是你若是有人是伊咧走车的，还是咧送货的，伊无驾照，要安怎？伊着无法度食头路啊！伊生活着拄着困难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咱政府拄着诚大的压力，所以旧年差不多即马着要满一年，旧年的6月底咱政府着宣布一个新的规定，就讲咱即马着干那警察现场开单安尼才会记点，才会记点。若是其他科技执法的，你互其他人检举的，着共款爱罚钱，但是毋免记点。毋免记点，就是你比较着袂去，较袂去互人吊销驾照。可能对遮个走车的人，涉工人来讲，这就是因一种的福音。当然对其他社会顶其他人，可能就无一定。过去甲现在，旧年甲即马，咱弄红灯的这个规定并无改变，只是讲过去你一直弄红灯，你诚紧，你着永远拢袂当赛车。但是即马，互你有较济小可搁有一个空间，搁加一寡机会。但对咱一般人来讲，你敢会因为即马较袂互人记点，你着去弄红灯的？应该袂吧？伊应该袂讲即马是大好的机会就是你若看到无警察，你着知影你袂互记点，你着看到红灯着甲冲过。因为咱知影除了罚金甲即个驾照的问题，咱嘛知影即个红灯即个规则意义是啥物？即意义就是伊即马你即边红灯就是另外一边有人要过你若是有去想讲，你是我是人，边迄边的人，伊嘛是人的。若是你毋是干想着家己，你嘛会想着别人，你嘛会尊重别人。就算讲今仔律法袂互你有任何的处罚，你嘛有愿会起来好好遵守即个律法。这是伫咱台湾的社会，咱需要豆豆来学习的。因为若照咱世俗、咱的传统，咱定搁咧学习即个法律的观念，可能咱一般拢会伫心内思考讲，情理法是毋是法律无周全的所在？是毋是是不是我要绕过这个法律？是不是没有人看的时候，我就可以绕过这个法律？但是伫咱的信仰内底，是怎样来面对这个律法呢？伫咱的信仰内底，有缘真看重这个律法的功能。咱毋是要甲这个律法来废除。伫信仰内底，这个律法是去互福音来超越，但是上时这福音嘛，互本地这律法来成全。咱原本是互律法来管辖，但是即马
咱变做是瓦靠基督，顺趁圣神来遵行这的律法。所以咱的福音是啥物呢？其实福音这来讲，咱拢知影，咱拢会晓背，咱拢诚熟。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通对神来称作义，也就是甲上帝有即个好的关系。但是咱若讲要来传福音，咱毋是着甲遮的几句，咱搁甲别人来念，搁来读一遍，互伊听。这福音有啥物的功效？这福音的宣告，咱敢有真正相信？咱敢有接受？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讲咱要来传福音，但是大生咱敢有真正将这个福音的内容，咱敢有真正接受？这接受是啥物呢？就是咱会伫信仰内底，伫信心的内底，我靠主耶稣，咱真正领受家己领受着即个上帝囝儿的即个身份，并且嘛，毋是讲家己一个人也着得到即个身份，也着叫做别人拢是外口的人。不如讲了诚明白，就是伫咱兄弟姊妹内底，你是上帝的囝儿，我嘛是上帝的囝儿。逐人拢是上帝的囝儿。咱若真正有接受即个福音，即个对主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咱就真正甲每一个人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咱是信真的，也是信假的，伊定定对咱的讲话就会来展现出来。古早美国总统甘乃迪有一句诚出名的话，遮侪人拢会来用即句话。伊讲莫问你的国家为你来会当做啥物，爱问你会当为你的国家来做啥物。当然，这是一句诚有名的话，但是阮即辈的少年人，阮拢诚听着即句话拢诚惊。大家知影为虾米？因为可能伫一般社会公司内底，若是对你来讲，即句话可能后壁可能就是要请你安怎，让你共体时间啊。就是公司有虾米也无法度为你做遐济，但是有完要求你来做搁较济。伫美国的文化内底，其实本地即句话毋是要强调即方面。但是，即句话到底是对打落来，到底原本是要强调啥物呢？其实即句话大省是对一位阿拉伯地区的一位基督徒的诗人伊所写的。伊写即句话其实大省是要来检验社会顶面内底。遮个各行各业的遮个领导者，伊是毋是占迄个位？伊是毋是有为着人民来关心？是毋是有来关心人民？还是讲伊干那伫迄个位，伫你的社会环境内底，拢干那为着家己？所以即句话大省是问要问啥物人？大省是要来问迄个国家的领导人。伊到底有咧问国家会当为伊做啥物？还是讲伊干那要伊是毋是干那咧要求国家为伊做啥物？无问家己讲伊会当为国家来做啥物？
同款伊佫继续就来问讲，但是宗教领导者，是毋是敢若为着家己，也是为着人民来服务？老师是毋是伫遐位，是毋是有用家己的文字？生意人是毋是有照公道的介绍，还是起关价？所以，逐种咱伫社会，逐种职业，无共款的专业，无共款的一场，咱拢有两种的角色，会通互咱来选择。一种是干若为着家己的，着照即个社会环境的规则来追求家己的利益。第二种是大心将别人的需要看伫头前。所以其实伫咱教会里内底，咱诚侪时阵，咱嘛会拄着共款的情形。咱嘛会拄着即款，到底是毋是要来应付即个社会，遮个原本咱所知影的即个方法，遮个制度，遮个利益，遮个实际可能伫咱的经验有效的物件。这个时阵，咱伫教会，咱照咱一般的理路，就是咱要来传福音，咱才来想讲咱要做啥物事工。咱要做啥物事工，咱才来找人来服侍。咱要找人来服侍，咱才甲人来建立即个关系。当然，这若是照一般你伫外口做工课，这是标准的即个方法。但是伫教会内底，伫咱的信仰内底，咱的即个看重的即个重点是无共的。伫咱的信仰内底，咱大心是将咱身躯边的每一位拢看做是咱真正的兄弟姊妹。咱甲因建立关系，毋是讲为着要伊以后要来服侍，也是讲伊会来增加咱教会的人数。咱甲伊来建立关系，是因为我知影我是上帝的囝儿，伊嘛是上帝的囝儿，咱是兄弟姊妹。迄遮个时阵，咱知影讲即个关系真重要，但是咱对待即个关系，咱有当时也是以利益，你个人也是讲团体利益看伫头前，看伫即个人的性命的头前。若是安尼，咱若讲咱要来传福音的时，别人其实就无可能讲伫咱的关系内底看到有啥物真正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安怎呢？伊就看到，伫外口社会是安尼来对待人，伫教会人内底嘛是差不多。我家己过去伫小组的教会嘛有聚会10多年，伫几间小组的教会。咱们看小组的教会有诶因圣经神学话嘛是足精济哦。但是当然，小组的教会有诶嘛是有较无健康诶。为着一直爱人来办活动做事工，但是可能逐个月10几个人来，逐个月10几个人来，但是可能一档嘛是出去4、5载啦。着家己舞伫即个活动内底舞甲足疲劳诶。咱伫顶个教会，咱嘛知影讲，别人有好诶物件，咱爱去来学习；咱有缺点诶，咱爱来改进。但是若讲咱直接甲别人诶方法，会咱着直接个
操来用的无，直接无，什物思考就直接摕来用。若是安尼，大家若来到即个教会，因嘛会看会出来啊，伊会看会出来，你遮是你办的活动是副厂的，人会当去人本地即个原厂的教会，就是你看起来就搁较正统啊，敢毋是安尼？所以就有人做小组入来，真侪人遮个人尾仔拢都搁去伊本来迄个系统的即个误会。所以其实咱伫要想要安怎来传福音的即个思考的内底，真正传福音毋是一种方法，福音毋是一种方法，福音嘛毋是一个咱要来达成的业绩。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大权能。这大权能会当先来改变咱家己的身份，改变咱怎样看待咱家己，嘛，彻底来改变咱是怎样来看待别人。来讲，咱真正接受这个福音的传播，其实这毋免你去过来计划什物活动，你本身若是伫生活中来行出这个甲社会完全无共款的价值，会怎样会着伫你的生活边着产生这个革命啊？安怎你着别人看到你的所做所行会惊你敢知影？你会互伊看到你着敢若看到无共款的世界，我安尼讲。我学生时代伫学校的团契，当然阮嘛会办真济的聚会，但是尾仔算起来，有当时有一寡同学是怎样来到阮的团契呢？其实嘛毋是对阮所办的活动，阮是有当时着过人着阮团契着走去学校的合唱团来参加。有当时阮团契着几个人着走去登山社，甲因做伙爬山。有当时阮团契边仔是桥牌社，阮着甲伊做伙仪摆啊。渐渐有一寡无共社团人，伊对阮团契有兴趣，伊着会想要来阮团契看卖。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是怎样来经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福音会影响到你是甚物人，并且嘛影响到你怎样看待你边仔的人。伫加太内底，保罗强调讲，咱若是属伫基督，咱着照即个应允做上帝的囝儿来承受即个产业，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身份。对咱基督徒来讲，这是咱上重要的身份。咱伫社会打拼，遮其他的态度、其他的什物名位，有人对遮足看重的，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并无任何一个身份、一个角色比咱做上帝囝儿更较重要。愿圣神引带咱，邀请咱做伙来进入这个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互咱对家己来开始，咱先完全来领受这个福音的祝福，先互福音来拆开咱心内的这种种的限制，种种的这律法。
互咱才有即个能力伫即个主的听的内底，咱来去关怀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咱才有即个眼光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咱才有即个眼光去陪伴、去理解，去为因来祈祷。伫即个社会的环境内底，当然咱会当讲咱所有的经验，咱伫社会每一个所在，其实拢是过去的传统、遮的律法，咱所学习的拢是遮。但是福音伫倒落的？福音是伫咱遮的所有的经验的内底，咱我靠主，我靠信心，咱开始伫一寡所在，咱开始试看觅来真正的甲即个福音来接受。咱军队基督，咱顺坦信心是会有啥物款的行为的？咱着无搁再用律法来分别咱的兄弟姊妹，咱会真正来看见咱身躯边的人的需要。伫我经验内底，大部分的时阵，一个人要起来服侍，毋是讲你甲伊要求，还是讲你甲伊邀请，还是讲你摕一寡好处甲伊交换，安尼伊会真火热的开始来服侍。伫我的经历内底，我所看到的，真正回应呼召为上帝的歌来跑走的遮个前辈，因拢是伫即个福音内底，因真正经历到上帝是怎样疼伊，伊身躯边的兄弟姊妹是怎样诚做即个福音的器皿，诚做伊的祝福，所以伊伫伊的兄弟姊妹的中间，伊真正看到即福音是啥物？即福音毋是讲我拄则咱读去几节圣经节，伊伫遮读互听，是伫伊真正有需要的时，上帝回应伊的祈祷，伊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就诚做是伊的福音。愿信心开咱的目睭，互咱来看到咱边仔人的需要，咱做伙来祈祷。遮通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遐尔的听阮，感谢你相信信心，诚做是阮的帮衬。伫咱有偏离的时，伫阮受到即个律法控制受苦的时，互阮有全新的愿望。请有主你开阮的眼界，互阮看待阮边仔人，就亲像是信心你看伊的眼光。恳求你嘛，赏赐开力，互阮通活出即个对你来的新的画面，互阮愿意来完全接受这你所赏赐互阮的救恩。这救恩免诚做是阮上大的祝福，诚做是阮继续服侍的开展。阮的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咱搁来吟一首信息，信息174首，信息174首。咱若结连伫主耶稣，咱若结连伫主耶稣，就诚做伊的子民，无分东西，无
便问候大家三听三亲，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摕手中的周报，我来报告。汀州聚会，主日礼拜，咱参加总会宣调160年周年的纪念感恩礼拜。拜一妇女团契聚会人数是10人，拜三祈祷会26人，拜六青少年团契8人，拜六少年团契暂停。下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是林寿阳牧师，书会是吴明勇长老，司琴是黄恩婷姊妹，当地是黄庭修长老甲黄志强长老，敬拜是第2组，电子琴是林家温姊妹，主礼二是第5组，影音导播是郑梦祖甲张嘉恩，交台是肖桂敏甲马雅琪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任长老甲谢阿南兄弟。下周主讲事工的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礼甲敬拜是李敏秀执事，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的祈祷会主礼是吴明勇长老，司琴是黄恩婷姊妹，带倒的家庭是李秀琴姊妹。拜四探访要去到其中兄弟的厝内，轮值探访是吴明勇长老甲柯有桥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主礼是李玉洁执事甲林家温姊妹，内容是团练的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礼是刘主义长老，圣经是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题目是消极，题目是积极甲消极的终局。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加拉太书3章27节。咱台语甲华语做伙来念一遍。因为恁既若受洗礼来立着，就是捌穿基督，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教会消息，首先咱欢迎林以礼传道甲传道娘来到咱的当中，那么请起立，咱为因来拍拍啊！嘛，感谢因去做迄个分享，嘛求主祝福，请坐，嘛祝福因伫未来的服侍甲顾守因的家庭。我来报告消息，第1点，今主日会计报告5月份的修职小报并且要举行6月份的庆生会，受请的名单如下，先靠我来监督。有陈丽华、黄丁秀、周慧萍、李佩珊、埋雪如、林浩伟等。生日快乐，愿主祝福，福杯满溢。第2点，今主日起要接纳本会6月29日的福音见证主日，现在报名名额限定3位，
每人是7分钟报名到金主里。若要为主做见证的，请黄志强长老来报名。第3点，本会告咱所敬听的李水木长老伫6月12号拜四的早起时7点38分按许主怀，享年76岁。嘛已经伫昨6月21号拜六举行告别礼拜，嘛请咱阁继续为着伊祖来关心甲代祷。第4点，本会议长丁春茂牧师要定伫7月6号的拜日下晡3点就任基山教会第15任的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有要参加的兄弟黄长祥长老来报名到6月29号截止。第5点，本会财务组要检查顶半年度1月到6月的收支数目，受检的单位有本会各团契、主日学、青少年、妇女、商人、敬拜赞美，也阁有建筑地点。请本会各团契会计，将顶半年度1月到6月的数目整理完成了后，伫7月13号进前统一送予本会查校员李秀琴姊妹查了，才阁转交予志愿兄弟一直查校。第6点，要恭喜咱本会高大千兄弟就读圣公新校医3年，已经伫6月14号14日完成倒数的学业，也顺利毕业。愿上帝继续引带保守大千兄弟伫未来的服侍道路。第4点，下主理的正道讲师是林素阳牧师，圣经是题目大全书4章13到16节，题目是最信的人的模样。这是我来报告金主理的奉献。约定现金有5个人，现金的金额是1万块。感恩现金有4个人，奉献的总价是37000块。为着建堂有6个人，奉献的总价是14000块。为着妇女团契有3个人，现金是4500块。为着主日学有1个人，现金是3100块。为着敬拜赞美有1个人，现金是1000块。奉献的总价是73250块。这是咱起立来敬奉献诗。咱即是请药教长老来做补充的报告。我伫遮来补充报告。咱的周报有几项有记无着，我伫遮来补充报告。第一项就是咱的陈牧师、陈淑安牧师伊今仔日代表咱中央教会到伫即个草家教会伫遐来为着咱教会募款，阁有带两个同工，一个就是静华，静华姊妹，阁一个是雅慧执事，因两个随同去义卖，静华有做一寡迄个背包的物件，经过因甲教会的牧师因的同意，长老同意，就去义卖，所以今仔咱无看到因，愿上帝保守因，互因的出入拢得到平安，阁来，即个第2项，咱今仔日有看到咱的林以礼传道甲传道娘因两位来咱教会
来伫遮来为咱来正道。拄则咱的师会嘛有甲恁报告啊吼，啊我伫遮无过重复。再来，搁一项就是咱今仔咱昨咱的顾水木长老伊伫咱的教会做即个个别的感恩礼拜，规个天师拢真感谢咱的教会咱的同工，大家关心大家出席，咱伫咱的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三甲关心所以今仔日咱嘛看到即个咱的长老娘金车姊妹以及伊的囝圣贤搁以及伊水木长老娘因的新妇，搁有孙，搁有祖囝，来咱拢起立，咱甲因拍扑真欢迎因，也感谢主，请坐咱也真期待，全家拢会当来归应伫主的面前，咱做伙来敬拜咱独一真搁活的上帝，真期待搁来，搁一项就是咱要介绍一位新的，嘛毋是新的啦伊有较久无来，就是咱即个陈瑶茹姊妹，来，瑶茹，请你爬起来一下，阮看一下，咱家己拍扑欢迎伊。陈瑶茹姊妹，请坐，伊是伫即个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底下咧卖咖啡进前咱拢有去咱的妇女团契嘛有举办去甲因捧场伫遐唱歌今仔真欢喜，佮看到伊来参加咱的聚会那个瑶茹，欢迎你常常来中文教会，甲阮即群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再来，我有一项的建议，咱的音量我即马摕麦克风我的声嘛较大声毋过有时阵。我常常听到咱的兄弟甲我讲，坐伫后壁拢无啥听到讲道的声，之前我嘛是捌听过即个声音今仔毋是您传道伊讲道才有即个问题。我一个期待就是讲，我拄好有去咱的音控遐看，咱的音控已经转到足进步足进步所以即个咱以后会改进。伫遮他拄则有人，咱的兄弟甲我反映讲，有时听的时阵，就是声音拢会连做伙听无我甲恁呼吁，你看咱头前的座位，伊遐位遐济位，拢无坐这摆你看我坐伫遐，我是听甲足清楚的，因为遐拄有喇叭伫我耳仔边就很清楚即届。其实我进前就想要甲恁呼吁补充报告，讲叫恁为头前先来，先来先坐在头前第个边，后壁较留互迄个后尾来的人，因为咱要就近主听主的话，咱一定坐较头前的，一定坐较头前的，咱听较愈清楚，所以会记头前的位足侪位，咱以后莫甲即个空位放伫遮无彩，咱莫坐伫上后壁，咱为头前先来坐。咱要听见上帝的福音，咱就听甲愈清楚。伫遮甲咱报告，他拄则的几项搁一项就是咱即个同工，就是咱会有几位咱的团契，咱的中级，咱的团契咱等一个礼拜煞，咱要留落来我拄有甲恁拢私底下有甲恁邀请，我只甲恁呼吁，一定爱留落来咱有报名的拢爱留落来，报告以上。这是咱的吟上言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担得洗清，咱起立来吟全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担得洗清。我的所
你，你我心内的好归期，爱主你爱最好无有，你错人啦，灵魂的救，我的心所救主所好，苦苦的人，所以快乐，失去你做个我都听，的言故事，言个你名。这是请你传道为咱祝福。我较紧的。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咱经历着福音的大权能，行出疼甲和好的见证。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哎，兄弟，咱请坐。本来是迄种第二个礼拜吼，拢来举行即个咱教会财务报告甲庆生会。因为咱前2礼拜拢有多合，所以咱就用甲金主日来报告咱即个5月份的小目，甲来举行即个6月份的庆生会吼。来，首先我来报告咱的即个小目，咱摕出咱的周报。我来报告吼，咱一面听，一面看咱的周报。首先来报告咱即个5月份的即个经商会吼。来，我来报告即个合格的部分就好啊吼。来，咱经商会的收入合格是收入177970块，转销的收入是合格收入139800块。所以咱即个5月份的收入总计是有317770块啦吼。来。咱过来看即个支出的部分，即个细节我就无报告吼，支出的细节我无报告。咱来看即个支出总计，上下骹面即个所在支出总计，咱有支出252514块。所以咱即个5月份的收入支出甲伊除起来吼，咱拄仔有剩65256块。咱即摆咱的经商会呢，到5月份拄仔有剩944387块，吼。来，咱来看即个上下骹即个所在。咱即个5月份的建筑基金吼，咱顶月结存有271952块。咱加上咱5月份的收入有收入103500块。来减掉咱5月份的支出，就是有支出25285块，搁有支出即个抵押利息。23728块，搁加上咱即个信贷利息的支出，有27971块，搁有支出咱即个还即个信贷的本金吼，有91700块吼，搁安尼甲伊对除起来呢，咱拄仔咱5月份的现金拄仔有剩206768块。咱有伫加迄个新楼贷款吼，有贷款2313万。咱已经有还本金，咱就是有陆陆续续逐月即种还吼，有还1742300块。所以咱即马安尼甲对除起来，咱顶仔拄仔有剩欠即个贷款呢，就是有2385
2138万7700块吼，所以该搁减地该即个对除咱即个本月出的现金呢，就是206768块，所以咱即马就是目前咱拄好有欠贷款2118万9328万9328块啦吼，2118万9328块以上甲咱做一个报告吼，来，咱讲有啥无问题啦吼，无问题哈，咱即马来开始来举行咱即个6月份的庆生会，念着的兄弟受请，咱马上来台前去所在吼，咱来举行即个庆生会，我称呼来简略，受请有陈丽华、黄庭秀、苏慧萍、李佩珊、麦世如、林浩伟等，愿祝所有受请福杯满溢，生日快乐！来，麦世如呢？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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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要来请林团队吼，今仔拄有来，咱就请伊来为着这受请来祝福的祈祷。咱做伙来为着咱即个月受请，咱做伙来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天堂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满满的恩典，感谢你引带即几位兄弟。今日礼拜特别来领受你丰富的恩典，因为因的性命是怎样显明你遐尔水的祝福，行愿会搁较济为着伊来继续来祈祷来祝福，有恳求你伫因新的一年，享受搁较济的恩典，搁较济的敬虔，搁较济的信心，伫因的性命内底。继续跑走头前的道路，继续为着助力来服侍嘛，继续伫因的家庭、伫教会来成做美好的见证。主阮为因来嘛，特别来恳求，互因有健康的身体，互因逐日有欢喜的心情，主互因在人家不中显明你。水的见证，愿祈祷恳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到位嘛，准备一轮的生日礼物吼，要来送互这的受请，咱嘛请刘团队来送互因。感谢林团队吼，有这些受请祈祷，嘛送礼品，有这的受请，咱做伙吼来讲一句祝福受请的话，会记一下吼，来1、2、3来开始讲来，1、2、3，祝福恁生日快乐！好，咱请会坐，兄弟姊妹，咱请起立，咱做伙来吟这个闭会祝福歌，切克我。